后来乡亲啊，继续来到台南的官田，有一个在地帮派，讲这个帮主可能是牵涉到这个缴销的纠纷，徛计互开枪开23枪，这规期的这个规片的大门拢是枪空。啊，这个枪手离开的时阵，这个帮主是呼叫伊细汉的沿路来追人，两边的人马就伫咧大街路顶相拄头，总共6台车一路来冲浪，甚至来开枪，结果这个枪手着枪。 警方抓到5个人。深色轿车雄雄公公停伫咧急诊室，几个查甫人真着急，赶紧甲共党的扶路车，但伊坐起哩两层，一群人就赶紧离开现场。 唔敢拖沙，因为放送去急诊室的是一个枪手姓沈，敢若27岁，伫咧昨日早起5点外到台南的官田开枪扫射。天讲迄个，咱讲听你讲，咱能包包啊呢？敢是去记录姓沈的带细汉的伫咧绿桥帮细路的帮主引导头前详细勘查回转，搁再说一日。 主体大门拢是目睭就的枪支掠，开枪的当下，天车拍普光，附近打起床的时段拢惊甲海去。警方接到通报，随到现场搜证。初步调查，这个细路的帮主进前到台南东山北河附近来跋筊，对方怀疑伊跋歹筊，态度强硬。昨日早起就找姓沈的枪手，到细路的帮主引导头前连开23枪。想袂到细路的帮主唔甘愿，就随开车叫细汉的一路入这个姓沈的枪手，两边的人就安尼一路对立，甚至敢若有互相开枪，行为是非常嚣摆。称住宅疑遭不详之人开枪示警。 初步发现，本案疑似债务纠纷导致。目前警方已经逮捕姓沈的枪手，佮有两边的人，拢总5个被告到案。不过，也要找到细路的帮主，佮有叫人开枪的幕后中间人。台南麻豆甲新营分局的警方当咧全力追查当中。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